因为了三分叫做如法，哈，如法修啦，哈。如法修持啦，哈，如法修持。这个金刚经的第八分，就是依法，依法依，这个依法，这个叫如法，这个依，这个叫做如，这两个无相像，因为当然，教育派出伊表出来这两个语言，一个叫做依法，一个叫如法。如法修持，这个如的内底当中啦，这个跟方理啦，这个法叫做讲教，讲教，因为法就是教化、教化，这个如就是讲叫理体，安尼啦，因为这个理体，这个如的理体。所以呢，本地呢，我想要讲，迄个如有一个叫做实相，就是叫做实相，有一个叫做观照，有叫做实相，有这个观照，这两个叫做法界，安尼，这个如有一个叫什么个，咱讲叫如，这个如内底有这两字，这个如，这个实相来讲叫做理。内底有这个观照，叫做慧，定的慧，安尼啦，所以叫做理定，叫做理定，理定一如，这个理一如啦，我不该死，叫做啦，叫如是我闻啦，所以有实相，观照，这个讲叫做理体、理定，再讲一个物件这个教法，这个叫做教，就讲叫做死。圣人咧讲的道理，圣人咧讲的道理是绝对，伊绝对无讲唔对，所以叫做哪呢？叫做如是我闻，如是我闻。而金刚经的第分头前就讲啊，如是我闻，如就是讲理，是就是讲正教，如法教法。所以这部为就讲如是我闻，亦是我在社会层其数及孤独言一百。伊特别个重点，1250万句，这点咱要先了解，因为伊的标题，伊的内涵，那安尼讲，如法修持，修，就是讲咱今日去修持，佛法修持，咱修持这个理，修持理。受持离持以教，持以道，修以理，两句话较合点叫做修持，持以道。因为你今日去道理若听，你甲持会牢，你就受会牢；你若受会牢，甲持会牢。那安尼讲，这两句话内底无离开，安尼叫做如是，安尼叫做如是。这两句话袂使当，换一个解说，如法这两句话袂使当，袂使依论甲依法。这个叫做教，这个叫做理，理教一如，你修持理教一如。当然，你今日叫修理，理的本来就是空，理本来就是空。法教本来就是有，安尼叫做有。毋过呢，你若个执空甲执有，安尼叫做两边，叫做断，敢是叫做断。毋过呢，你若理甲教，你甲结合起来，修持这两种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叫做咱过去咱我咧甲你讲，迄个理叫做空。理叫做空，持迄个道叫做有，安尼叫做有。
安尼两个叫做空有不入。安尼受持、受持、受持空有不入的道理。安尼无偏有，无偏左，无偏左，也无偏右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伫即句甲切了了后，你就知即句咧讲啥物件，大体咧讲啥物件。哦，咱头下甲比如，毋过咱即句话就是因为当时苏摩地问两个问题，问第一个问题问啥物件？当何名出经？第二个，第一个问题，当然问出我嘅温和方式，伊问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叫做出，我即边金刚经已经读到第13分来，第到第12分来，我拢分个地数啊，就分两地数啊，会当成就无上正定境界，拢已经讲了，但我正当开始咧问经名，问经名啦，何是出经啦？所以佛教讲出经叫金刚法界菩提经啦，吼，这咱等下再来讲。咱即马来读一遍啦，吼。逆袭，苏摩地白佛言，世尊，当何名出经？我定温和风齐。苏摩地，佛告苏摩地，是经名为金刚法界菩提经。伊是名义，逆当风齐。所以假何？苏摩地，佛说法界菩提经，佛说法界菩提，即非法界菩提，是名法界菩提。苏摩地，为温和，如来有所说法后。苏摩地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来无法所说。苏摩地，为温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为敌，是为多祸。苏摩地言，善得世尊。苏摩地，诸微尘，如来说归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苏摩地，为温和，可以32相见如来后。不了世尊，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。可以讲，如来说32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苏摩地，有有贤男子，显如理。这点不上有考哦。显如理，以形而刷定性命，或是若有友人，无处经中，乃至受其顶，为他人说。祈福成德。当然，这就较微小化不过因为每人是一个较量。你今日第一就是咧讲这部《金刚经》啦，第二就是咧较量化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定温和风气，的意思就是讲。
我要安怎？虽然即部金光经有些价值，我要防持、护持，研究这部金光经，安就对了吼。以小五卷啊，佛道理后边就甲解说了，过去人互我写啦吼，有几段解说伊这所在，咱先甲咱讲做一个大义的报告。第一个问题就讲逆时，是我哋白佛言啦吼。迄个逆时是当迄个时阵，迄个逆时，离迄个佛要甲咱讲金刚经迄个时阵啦，当迄个时阵啦，哦，讲到离迄个12分了，到第3分、第13分迄个时阵，迄个逆时，因为咱知影第1分到第13分，若要到第12分，若要到讲起来，拢讲到成就。最上第虚有7法，甲咱讲起来，离最高、最上、最低拢讲了，嘛已经讲清啊。那安尼当中较有啥物通讲？所以爱得延伸，得广收。所以说我哋白佛言，迄个白佛言，咱看过怎么讲？下底人对顶悬的人，咧讲叫做白佛言。顶悬人对下底人讲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直接就讲我甲你讲，伊袂咧白佛言的啦白佛言就是讲，那以咱的文言来解释的就是讲，我信一个话，我讲的物件是，那伊咧讲没有东西的啦很白啦，没有内涵啦，这差不多就是上经典只有文言文的文啦。就作粗鲁的文言啦。我对我落捌的一个人对佛道咧轻易轻发，你袂使讲佛道我所捌的啦，我所捌的，你佛道你讲这我拢捌啦，你讲一句话拢无甲你讲啦。所以你若无通笑我知影3个3个来讲我就甲你讲，我就要甲你讲。所以有阵时咧，请我毋爱作书名的。应该谦虚的啦，所以咱嘛爱动一下，安尼就对啦无有阵时人你着安尼，你着知影落来再就问我，我怎讲所以呢，所谓的当时清晰佛道的第二问题，就是当何人出现。